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6月19日，欢迎收看9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这波强烈降雨造成各区到处积水，其中安南区海岸中路一段甲东安路口，竟是因甲的卡头区居民怨声四起。上午立委陈廷辉会同水利局以及中央地下河川局甲公所校长会勘。市府表示，东安路7高等排水工程预计10月底会当完成，希望有效改善积水问题。安南区海东里梅花里一带，特别是安中路一段甲东安路口附近，因为地势较低，部分7高一向有排水不足问题。加上四草大桥出海口喷涂严重，即摆敢若用到的青光雨，水根本排泄袂利，应该的卡头区。对此，上午高里长甲侪里民听讲，立委陈廷辉要来关心，嘛拢出面来欢迎因登记的听。四草大桥也好，淤泥上会严重啊，产生所有的水进海尾大排，没有办法宣泄出去，变成整个我们这边海尾这边所有全部都淹水，一天淹了3次。过去比较没有那么严重啊，最近都是狂降雨而大量淹水。面对东安路一带淹水问题，水利局长嘛专程到场，将所有改善计划进行简报，包括短期内要提高安中路一段7高的通水能力，并且将附近旱箱连接海尾寮排水等等，将近1000万的工程，目前已经施工。另外，中期部分就是伫海东桥两边的公园设立地下应急的抽水站等等。对此，立委陈廷辉表示，不管是海尾寮排水，或者是三亚溪整治，一直拢是地方的听，已经向水利署长争取经费，彻底解决问题。这个涨潮的时候，我们要去找哪些地方来帮忙我们这些排水来做一个装水的装置？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可能一定要做总检讨，然后我们要搭配水利署的预算，所以包括三爷溪也是一样，我们现在也已经跟中央争取到一个浚深的工程，除了加宽还要浚深要7亿。那昨天我也跟水利署署长已经有通过电话，而且要求他要尽速来处理。那这些都是一步一步，除了加宽浚深，都是现在的排水系统要赶快去做一个改善的措施。只要落大雨，对淹水的明星路段，伫即摆好大雨的侵袭，共反拢逃袂过淹水的命运。不过希望伫明年雨期会当大改善。电新闻管制何超邦采访报道。开始对6号开始，青光雨河淡市这所在拢严重淹水，其中林德区太子路附近嘛重水灾。8号中到副市长吴宗彦率领市府团队前往当地了解灾情，同时关心涵港因排水、好尾寮分流改善、加昆山研究抽水站等工程的进度。这届0906号雨造成台南市侪所在拢淹水，其中容易淹水的三亚溪，虽然经过市府努力整治，已经比过去有大改善。不过，伫永康、大湾、昆山一带，如龙路涵洞、甲如义路以及林德太子路等路段，犹原有积水淹水的情形。这也予当地里长甲工业区厂商代表对市府有恶热要批评。太子路就是伫即个甲中正路这大四路口遮哦，要到永泰路遮拢种水，哦，即道的水灾哦，规个拢种水哦，所以恁就是讲要安怎去现场，恁会后秘书长包括咱副市长、水利局拢来看，就是讲这水就已经安尼啊。太子路的涵箱过去，恁拢讲，阮的社区会使讲靠食力的啦。哦，但拄咱工业区遮你讲哦，讲因的引进拢无入到工厂内底，但是阮即期还佫去10几公分，哦，所以这对阮百姓哦，足无公平咧。白白拢阮咧缴税啊，啊，阮逐道拢爱受即个灾害啊。哦，啊，所以哦，拜托咱副市长今仔日来顺续我意思讲，你即个工程偌久会好，你爱讲个清楚。
即间的大水，如果在以前来讲啊吼，是会淹伫阮工业区。啊，毋过呢，即间来讲啊，伫工业区内底吼，无所谓的水患，无淹水种情形。啊，当然啦，吼，佫有一寡小细节。啊，头顶啊，我有迄个吼，请教咱秘书长，未来应该有法度人迄个改善，就是讲吼，即摆一寡较低洼的所在，有可能吼，因为吼，一定讲吼退流袂顺嘛，啊，所以佫加减有一寡小积水吼。啊，毋过呢，这对含以前的水患来讲呢，已经改善足侪啊。面对民众的批评，市府也回应，是因为现阶段部分的工程也未完工，等待年底工程完工了后，林德区将会大大降低淹水的几率。刚才我们做下的承诺，2个工程什么时候完工？这请水利局要全力来督导，水利全力来督导。第3点，我们里长还有我们刚才理事长，县政理事长所建立的意见，那个回去马上请水利局写一个 SOP， 包括我们里长建立的那个300万的工程什么时候会完，就一定要给一个明确的时间，然后好好去执行。最主要大概就是裕农路的涵洞还有太子路两边这次因为都有淹水，所以变成工业区虽然没有淹，可是进出会受到影响。那大家的情绪还有工人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那这个部分，我想最快的方式还是太子路这边，我们希望在10月份能够来赶快完成通水，那就大概这个积淹水的状况就可以大幅改善。那另外我们也会来规划一些路线就是如果未来这相关工程还没完成之前，还是有这个积淹水道路不通，我们会来广播通知这个改道的路线，那也会请警察局相关的警察人员来做这个交通的指挥跟引导。鸡仔台游玩持续侵蚀台南市，市府也呼吁，除了保持警戒以外，也请民众多加利用台南水情及时通的水情资讯，随时注意自身的安全。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针对这几天大雨造成台南4季淹水，对处议会国民党团的批评，台南号称5千级城市，但现在却是一片水乡泽国，要求市府修正台南10档的防洪计划，说明治水经费到底用于倒，同时要赶紧针对受灾民众提出补助。连日来的大雨，予台南市真侪所在拢陷入淹水之苦，几个所在更是每一摆拄到大雨就淹水。对此，议员洪玉峰指出，中央编列8档800亿的治水经费，台南市就分配到170亿。不过，这几天的大雨，就予治水破功。以质疑这寡费用到底是用伫倒位？我们看到这几天没有台风，也没有涨潮，台南市整个城市大淹水，整个城市就变成水乡泽国，而且泡在水里面。那人家就在讨论啦。这个台南不是号称5星级的城市吗？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大家因刀拢在里处，号称5星级的城市，结果你钱是不是流向有问题？人家就觉得说，5星级是不是变成5A 级的城市？当然，这个 A 有一些什么样的议会呢？我想很多网友都在里面发表自己的意见。那我们也看到很可惜的，就是像我们整个城市泡水的时候，我们的市长跑去哪里了？议员柯志春林宴酒顶人也质疑是不是污水下水道配套措施不足，或者是暗讲未通等等的原因所造成，要求市府爱亲力调查了解。伫国民党团书记长蔡玉辉更呼吁市府重新修正10档的防洪计划。同时也要求市府针对淹水的受灾户，是不是要提出补偿，也或是救助，爱赶紧回应。对员工归人人得安然，这受灾户，我想市政府势必要马上说清楚，到底有任何的补助救助，让市民的会当安心。这是国民党团我这届治水方面呼应，毕竟明年。咱的房税、地价税拢加收30几亿，是不是当把这收的钱提拨一部分来弥补、补助、救助这灾民的损害？卖个天然灾害救助办法，爱50公分以上加补贴。那我想这是不合理的一个做法哈。我们呼吁市政府尽快回应，弥补
咱受灾户的损失。针对这次饮水的问题，市府以新闻稿回应，强调市长目前虽然伫美国拜访友好城市，不过有缘随时掌握台南的港口，甲市府团队应变进行，抢救快速，决策无距离。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由台湾水利人文关怀协会等单位所发起的第2届资深地球水公主选拔，将于10月8号开始初选。今年特别加入歌唱、舞蹈加摄影比赛，而未来特定的参赛者都有大笔的奖金通摕，嘛将担任资深代言人，投入关怀弱势等公益活动。由着去年度真露名的资深地球水公主进行作秀表演，为活动记者会做开场，也宣告着今年第2届的选拔赛将要开始，到时第1名优胜者将会当得到60万的大笔奖金。所以活动大会主席积极鼓励少年朋友做伙来参与。为了要带领这些年轻人，让他们也能够走到户外，然后带动更多人去注意到这些弱势的一个团体，所以我们才会在第2届又增加了龙华杯的歌唱比赛，以及我们的舞蹈大赛跟摄影比赛，让更多的专业人士都能够一起加入这个行业，而不是只是女性或者是不是只是美丽。那还有我们要的就是要有慈悲的心，然后愿意付出。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第这届除了要选出水公主以外，同时佮加入了舞蹈、唱歌、加摄影比赛。未来这挂优胜者将担任资深代言人，配合政府单位进行宣导，协助关怀弱势族群，关进物资互独居老人，以及送爱到偏乡等等各类的公益活动。慈善地球水公主的选拔呢，我们这一次非常的慎重。也非常的期待，在我们大会主席呢，周金荣主席的领导之下呢，他是驾轻就熟，因为他有一次选拔经验哈，这一次一定会办得更好，我们都非常的期待。那为什么又增加了歌唱跟舞蹈，还有摄影比赛呢？将来我们除了地球水公主之外呢，我们也会带领我们的歌唱的优胜者啊，还有舞蹈的优胜者呢。我们一起去为独居老人，还有老人院弱势族群、低收入户呢，我们一起来做善心，一起来做善事。资深地球水公主的初赛10月8号在安平的东东宴会市场登场，而舞蹈、歌唱比赛以及摄影比赛也分别在无同的时间甲地点举办，欢迎有兴趣的民众踊跃报名参加。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先新闻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汽车哈，我不只有车，我还有司机。认真负责人，酒后不开车。打开一本书，每页在发亮，文字变鱼儿，游在大海洋，充满了。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一到中秋节，各大餐饮饭店、面包业者都会推出各种的月饼来吸引消费者的眼光。不过，超磅的糖加油却会增加代谢症候群的风险。所以，新老病特别结合2间烘焙业者，共同推动减糖、减油、佮减热量的2连锁加online锁，表民众食得轻松无负担。
讲到中秋节，大家拢会收到像月饼，也则是送月饼礼盒仔给亲戚朋友，以为着好民众会当快乐轻松过节，莫增加身体负担。新老病院的营养师特别结合2间烘焙店的业者，共同研发出减糖、减油、加减热量的2款月饼。经过配方调整，往来数一地大约180大卡。2年数大约270大卡，同时预防也教大家一寡小撇步，才会当食了更较健康。中秋吃月饼是很快乐的事，但是我们要把握一些重点。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少油少盐，所以最好那个月饼它制作是用健康的油脂，不要用反式脂肪。然后呢，我们尽量里面，比如说原来是一个蛋的，我们把它剪成一半。还有要分食，一个月饼我们可能把它切一切，然后大家分开来吃。那另外呢，在吃的时候，我们可以多喝一些无糖的饮料，水最好，麦茶也可以，就是绿茶、红茶就无糖的，这也可以。那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可以多配一些蔬果。那这样的话可以降低身体的负担。在活动现场，还有摆搭，互民众免费试食，受到真好的欢迎。同时，还有新老病院的曼陀林社团表演，互民众一边拿着月饼，一边听音乐，提前感受中秋的欢乐气氛。但是，本站上林根采访报道。另外，迎接中秋节，台南邮局甲台湾邮政协会配合上午才办理关怀独居老人活动，现场除了送予老大人文蛋甲蛋卷的礼盒，邮局更利用送批时要来探访独居老人，希望送批减送爱心，互弱势度过一个温暖快乐的中秋。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又搁要来到，台南邮局甲台湾邮政协会为了要互独居长者会当欢喜过节。配合伫咧邮务大楼举办邮政温馨节关怀独居长者庆中秋活动，希望互因有一个温暖的中秋佳节，并且感受到社会对着因的关怀。我们都是说利用邮差他们在送信的时候，然后有余力，然后我们去知道辖区内有哪些独居长者觉得说要去关怀，包括说包括年节，我们会帮他们去做一下打扫啦、贴春联啦，那像类似这样子，让他感觉到很温馨。那因为台南邮局首创以后，到了这个效果很好，所以我们就是一直延伸推展到我们全国。所以现在我们全国所有的邮局，我们都会做这个关怀独居长者的一个活动。活动除了邮局的当地人员利用送邮件时阵，顺续探视老大人。更加送上文蛋甲2罐礼盒，互独居的长者袂阁再感觉孤单，温馨过中秋，嘛充分展现台湾邮政对社会关怀爱心。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你敢知影台南是市宠物比例上悬的城市？不过主人敢真正知影宠物因所爱徛嘅环境？对此，台南应用科技大学商品设计系师生，就以每一种宠物无同的特性甲角度来思考，设计出无同款的徛嘅环境，互展出的作品不但充满特色，嘛真实用。土仔因为占地盘的欲望较强，所以设计者会有一块敢若是草地地盘，明确互主人知影唔通凊彩入去。也佮有自由伫咧树林飞来飞去的金丝雀，就以透明的外壳甲开放的空间设计，互人甲宠物之间更加亲近。也佮有真侪人饲的狗仔，学生就设计出方便狗仔甲主人共同使用的座椅。这寡学生设计出来的产品，拢是以宠物的使用角度来出发。先从家里的宠物下手，先开始。所以呢，我们就请他们先找家里的动物，然后从人因工程开始，你先丈量所有的尺寸，然后标定出它所有最大、最小范围的活动范围尺寸。那再来就是绘制它的生活地图，绘制它的那个习性，它吃什么喝什么，它的亲朋好友有谁，它的好朋友是谁，慢慢的把一页一页的绘本做出来。那在这个收集资料的过程当中，你就会开始去寻找，我们有什么是动物的需求，而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我们会找出一个新的切入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所有的宠物窝都跟一般的窝不太一样，长得不太一样，甚至于它有一些不同的需求。那
也是慢慢的从你的研究当中才找到，因为你在观察它的时候，它就活在你的家里啊，它就生活在你的家里，在你没有关笼的情况之下，其实它是跟你活在一起的。那你在观察它，其实你就是在整理自己的空间，所以它的空间放进你的空间是会融合的。那这就是我们希望以使用者为角度所延伸出来的一种设计教育。那只是利用宠物当界面这样子。使用者用尽卡斯创造人甲动物之间的串联，也借由作品提醒咱人类爱用无同款的动物观点去看世界，这个世界才会当有更多包容甲爱。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由台湾工艺研发中心甲市服务科局所合办的演习营，以古早传统的手工艺作为主题，下晡正式发表成果。伫发表会中，学员每一件作品都相当有特色。现在随着镜头做回来欣赏。一个隐含小小光辉的漆器作品，用了金片甲银片，呈现出一寡器物的优美之处。使用一寡漆器，互生活也会当过甲更加有气氛。一寡是收集了将近30位学员的作品，无同款的造型风格，一概呈现出来。文化局的助理也伫现场勉励这寡学员，以后爱成为传承漆器文化的经济。我记得在3个多月前我到了那个中心那边，为了这一次的一个传习，那我们从50-60位这个学员里面，那我们就挑选了20几位的一个学员出来，那作为我们这次培训的一个学员那原则上我们都有一个想法就是我们每一次的传习都是为了下一次的传习做准备，也就是各位学员，你们这次的一个学程，基本上我们都会认为您是我们的这个种子你还是要继续带着这个种子然后继续再去散播然后把你的这个所学的，不管是一个知识或者是经验或者是记忆，然后再继续传递下去。这寡漆器艺术，和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盘仔，也会当有无同款的感觉，丰富了生活，也创造出更加多彩多姿的文化内涵。台南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下面再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马但是乌云注雨，今日是雷好天气，温度25度到30度，落雨几率7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9月8号中嘉台湾电视新闻，咱再会。